真係記低佢。要講下潮文啊嘛。係啊，我上次都係坐呢個位嗰陣。元朗大補丁室嘅每一塊肉餅都係嚟自元朗大師級肉餅工匠嘅手工製作。我哋圈內有真實力識食嘅手足都稱為味蕾炸彈，全亞洲最優秀嘅肉餅飯，大件夾抵食，仲要鄰近西鐵站、巴士總站，交通方便。大補丁室肉餅飯。OK， 廣告代言，係咪？收工，要輕鬆得㗎啦。係啊，如果唔得，我會剪㗎啦。有冇有兩個位？喂，識食喎。好多汁喎。加蛋啊，色波啊。係啊。蛋黃啊，撈冷個蛋先，撈冷佢先，冷佢先。食嘢咁有儀式感。係咯，梗係。我覺得我係應該係會求其點食咯。我會撈勻佢先咯。等你撈多陣先啦。